各位家長，如果你睇小象拍歐繪本系列，你一定要睇呢條片。好。如果咧你冇呢本書，你就去圖書館借啦。好多樹枝同樹葉啊！我要扮成怪物，嚇大家一跳。呢本書咧就講最尾就講啦，阿媽揾翻個蜂蜜啊嘛。但係你知唔知個蜂蜜係點樣碌落去先？你望下，其實咧佢攞咗嚟砌㗎。喺度。呢個係度。找不到我耶！呢大家都揾到佢。哇！這是什麼啊？好可怕！可怕！然後咧，俾大象嘅身體撞到啊嘛。然後啲葉咧就見唔到嘅。原來蜂蜜碌咗過去啊！咁你要俾人睇本書點解先得㗎？你要 show 本書俾人睇，人哋都唔知你講乜。如果唔係，你要 show 本書逐頁咁樣喺度，咁樣俾人睇嘛，咁樣啊。就係碌咗你梳化底。你要 show 本書俾人睇㗎嘛。大家合得個房。記得訂閱我個人下神頻道。再見。